丟佢就丟得闊咯。冇夠鹽你冇見啊？咁樣唔使咗都。啊冇啦嘛，唔使啫都冇，大魚就冇知道。有呢條，咦有得條？有甩條嘅網咁多啊？就中網咗。應該有甩條大魚。要估下你發現。我啱啱打到個呼落啦。你有碌過咋？嗰條有2斤把上去啦嘛？咩啊？啊？那个小老板还没，你冇端了嘛？嗰條2斤幾啊？ 2斤食料呢個時間佢唔緊要㗎，食料呢。 2斤幾定咗？時就3斤4斤重量呢個時。燒頭去就放多啲水嘛，開。你冇理啊！我頭先放咩蝦仔？咦，真係條啊！冇幾條，大條細條啫。啊，你嗰隻乜條蝦仔嘛？